同學仔，大家好啊！常識科單元4就係叫做食物，我哋而家會去認識一下。學習重點2：認識健康飲食方式。食物含有豐富營養，有益食物幫助我成長。食物含有豐富營養，有益飲料幫助我成長。健康飲食方式要知道，均衡飲食齊做到。食物含有豐富營養，為我們提供體力，免疫力得以提高，促進健康也能做到。食物含有豐富嘅營養，有益嘅食物同埋飲料能夠為我哋提供所需嘅體力，幫助我哋成長，提高我哋嘅免疫力，同埋促進我哋嘅健康。進食過多會引致過胖、肚痛或身體不適；進食過少會引致過瘦，缺乏抵抗力，容易生病。健康飲食能否做到？健康飲食我做得到。有益嘅食物有好多，而有益嘅食物係能夠提供體力俾我哋，提高我哋嘅免疫力，促進我哋嘅健康，同埋幫助我哋成長。認識健康飲食方式，齊齊做得到。